Hello，小朋友，係 Connor 老師啊。今日我哋學兩個字。好，今日第一個字咧就係望下張圖畫先，有消防員啦，有警察，有郵差、醫生、老師等等嘅人喎，係咪啊？呢啲都係幫助我們的人，非常好。所以我哋今日會學個人字。然後第二個字，數下先，有幾多架工具車喺嗰度啊？數下先，有1、2、3、4、5、6、7、8、9、10，有10架工具車喺度，所以我哋亦都會學另一個字10，係啦，中國數目字嘅10字。好，首先第一個人字非常簡單，我哋隻魔法手指出嚟先，變變變。好，我哋跟住彩虹嘅顏色寫喎，紅色撇。橙色辣人，你寫唔寫到啊？你寫到好犀利啊！咁我哋再嚟寫一次啊！今次你咯噃，魔法手指麻利麻利空，撇辣人，非常好。咁人嘅配詞有工人，我哋平時會喺一啲地盤或者喺度建築工地嗰度就會見到一啲工人喺度工作，係啦，工人個人字啊。然後下面望下先。係3隻小豬嘅故事啊！佢會有好多嘅人物喺個故事裏面㗎，係啦，3隻小豬就係喺呢個故事裏面嘅人物啦。小朋友，你有冇你中意嘅卡通人物啊？有冇小朋友係中意 Hello Kitty？ 有冇小朋友係中意 Elsa 公主？有冇小朋友係中意 Spiderman 蜘蛛俠呢？冇錯啦，呢個就係卡通人物啦。裏面都會有個人字嘅。好，接住落嚟呢個係我哋嘅10字，你有冇10隻手指呢？係啦，呢個10字都係非常簡單嘅，我哋攞隻手仔嚟出嚟一齊寫啊。好，首先紅色橫，橙色直10，咁樣我哋再寫一次咯噃。好，魔法手指麻利麻利空，橫直10，你有冇寫到啊？哇，咁犀利嘅！好，我哋有10架消防車，係啦，有10輛消防車，10輛消防車，或者我哋平時講嘅話會話10架消防車。好，下面，呢一架車有另一個名嘅喎，我哋叫救護車，係咪啊？但係小朋友，你見唔見到啊？呢一架車嘅車身會有一個10字，係咪啊？你揾唔揾到個10字喺邊啊？係啦，所以我哋都會話係10字車，10字車。好啦，今日嘅認字去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